分鐘話你知，最近嚟廣州市場，韓國人都必去嘅3間店 ，Starbucks 廣州市場店真係只有 Starbucks 自己先可以超越自己。呢一間分店咧，完全係新鮮出爐，5月尾先開幕，成為熱話咧係一定噶啦。圓頂下嘅超大空間，一共有3層，配合傳統市場嘅氛圍感，呢一個針線牆絕對可以表現出廣州市場嘅感覺。屋頂露台咧真係超有 feel，復古燈泡同埋紅磚牆絕對係會成為市場嘅熱門打卡點。呢一邊咧仲推出咗獨家限定嘅金桔啤酒風氣泡飲，冇酒精噶，但係就係想營造一個超嘅氛圍，大家嚟到去一試。咖喱蓋、香蒜控、麵包控，直接叫我來就對啦。整體外表咧真係全部都超吸引，選擇困難症咧最後好不容易咧揀咗2個菠蘿香蒜包，作為港澳底嘅菠蘿包相關嘅嘢都一定要試。甜甜嘅菠蘿脆皮，再加上香蒜嘅鹹味，甜鹹交錯嘅好感，俾佢3分。黑松露香蒜包完全唔使諗，因為真係超好食，滿分。佢哋嘅店咧同 Starbucks 係超近嘅，就喺旁邊1號商會呢一間咧節能外帶嘅 coffee shop。呢間店咧係嗰一日咧我哋唯一要排隊嘅店，令到我哋成個期待值都拉到一個頂位。佢哋店嘅創立人咧係韓國烘豆比賽嘅得獎者 TMI 韓國烘豆比賽係國內最具代表性嘅烘焙比賽，因此引來咗好多咖啡愛好者。1號商會嘅港狀拿鐵以草莓乾做點綴，搭配咗濃郁嘅奶泡同埋微重嘅烘焙 latte， 風味十分獨特。唔中意甜嘅朋友咧可以點佢哋嘅手沖同埋普通拿鐵 latte， 仲可以選擇咖啡豆同埋牛奶。職員推薦咧係1號對1號咁樣選擇。真正嘅地道店咧就係韓國人都會嚟。想要呢啲店嘅詳情咧留言啫，詳情全部發俾你。分享住傳統家庭食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打咩拜哦！